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1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蔡总统因为接触确诊者要咧隔离，但行政院有3个司机确诊，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 PCR 阴性，当咧隔离。今日过来增加439例本土，因为新北的病例多，会大声启动轻症自主照护，医生开药了后又尽速到送。昨半暝台北主治病院有人挂急诊，因为无挂喙暗去轰动落来，煞起骹动手拍保全，来检的医护嘛着伤。顶几日啊，总统蔡英文才因为北港确诊的亲人做伙食饭，到当也咧隔离当中。那行政院嘛传出疫情，有3个司机确诊，甲因接触过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副秘书长何培山即嘛咧隔离当中，目前2个人的 PCR 拢是阴性。磅体温、手做消毒，经过真认真检查每一个要入去行政院的人，防疫敢有做好势。因为车站行政院一个司机，家己去病院做采检了后确诊，行政院扩大做采检，佫发现另外2个司机嘛确诊。密切的接触者，还佫包括副院长沈荣津、甲副秘书长何培山，加在2个人 PCR 拢是阴性，目前拢无症状，居家隔离当中。行政院甲台北市政府当地就这个军事案极度扩大做疫调。而这2位首长的随护、办公室同仁以及院内其他驾驶跟清消人员共35人，也都是阴性。院长今天上午也到医院进行 PCR， 为阴性，目前身体状况良好，正常上班。除了行政院长苏贞昌去做快筛是阴性，总统府嘛表示，副总统赖清德因为捌甲台中市议员徐志昌共台了后，传出徐志昌的助理确诊，赖清德做快筛结果是阴性。另外，因为接触确诊者的亲人，伫咧居家隔离当中的总统蔡英文，目前身体是无问题。不过，中央的机关小连续传出确诊，国内去围着的人数嘛持续咧增加。台北市长郭文哲烦恼讲，过2个月才会达到这波疫情的高峰，感染的人数会阁增加。我们东亚其他周边国家看起来要达到 peak， 大概要2个月。韩国疫苗覆盖率这么高，你知道吗？竟然现在还有29.6% 的总人口感染，我们台湾到现在我看还不到1%，我们也不要太乐观了，因为我们也没有理由会比韩国或其他新加坡更厉害。居家照护不是台北市的最优先的顺位。我们的最优先顺位当然是放在专责防疫旅馆。台北市政府强调讲，会成立防疫专责旅馆，处理目前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的患者。目前有1300间，会增加到2000间，而且佫会持续来做增加。若是真正袂堪哩，才会转做是居家照护。今日台北市11新增加本土病例100例，大部分是伫咧5、6场所甲校园群聚。另外，新北市是新增加145例，是全国11新增加确诊人数上介侪县市。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内增加439例的本土，新北是145例上介侪，台北都有100例，等于是双北加起来都超过一半。另外，指挥中心今日是公布轻症的确诊个案伫厝照护的原则，会由医生用网络看诊、开药啊，再由药师送药去处理，或者是亲戚朋友要到领嘛会使。厝内若做有聚会长辈无方便出外领慢性病连续出风签，社区药师会当斗相共甲药送去厝的。未来新冠确诊居家照护期间，原来会由药师送药到厝。疫情指挥中心11公布确诊者居家照护医疗原则，由医师远距离看诊、开处方签，再由药师送药到厝，包含镜头治疗甲慢性病药物，不过无包含公费口服抗病毒药物。药师调剂咨询送药到府，那当然是由药师来送。好，那远距的平台以往就有一些本来就有远距医疗的平台在。好，这种多元的方案，好是由各个医院来进行，那地方政府也可以去规划。明天呢，4月12号的上午呢，我们也会召开紧急会议，全国紧急会议，该如何设立各地在送药到宅给居隔民众的一个标准流程。指挥中心表示，看国内社区传播风险升悬，已经向辉瑞药厂采购70万人份口服抗病毒药物，其中35万人份伫今年第2季前到货，提供有重症风险的轻中度患者使用。不过，不是所有的感染者拢需要。如果染疫的话，如果本身没有慢性病的话，是不需要再额外去服用这个口服抗病毒药物来进行这个重症的预防。
本土疫情持续扩大，又搁新增加一个重症个案，是本土这30多岁女性，本身无慢性病史，捌做过一剂疫苗，使用瑞德西韦的治疗，目前病况稳定。呼吸有一点喘比较喘，但胸部 X 光没有明显的肺炎，那已经使用瑞德西韦等药物氧气鼻管，没有住进加护病房。本土个案11新增加439例，已经连续3天超过400例。疫情扩大到全台湾18县市，其中以新北市145例上侪，过来是台北市100例，基隆市36例，高雄市32例，通市是25例。但市长表示，世界疫情看起来是长滴长好，不过本土疫情是不是已经到高峰，还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新北市是这波疫情全台湾病例上界侪县市，所以新北市大省开始予轻症患者治处较好。根据新北市卫生局的预估，上无会有6成的患者下资格留伫咧厝里。你目前的情况还好吗？专职医师透过 iCare 线顶系统参加2者来对谈了解状况。新北市大省推动居家照护计划，自即马开始，较真正爱照3顿填健康表，有定号做观察，互60个岁以下免洗药剂嘛无大巴肚的无症状，也是轻症个案来通伫厝内居家照护。就事论事，新北市是一个大台北生活的医疗量能千里面。那新北市面对这个就是要快速调整步伐，所以新北市一定先办先做。那中央我也希望中央赶快在各县市也赶快做，因为你边境一开放，或是现在的疫情，你要做最坏的打算。侯友宜表示，未来新北市接到确诊者，会先予7间专职病院做线顶评估，以病情分流。那居家照护者，卖开电子处方签，每盒药师工会、社区药局将药仔送到厝里，以通讯方式指导患者用药仔。那病情有转变，卖随时处理，防医疗紧绷。按照目前的分流，大部分大概4成会去医院，6成会到集中检疫中心。所以呢，我们预估将来最起码大概有6成会再载。那至于会不会再提升，我们会看中央的指引。侯友宜表示 ，Omicron 感染愈惊人，但是确诊个案99%拢是轻症。这款方式通保留医疗资源予中重症患者，避免医疗系统放弃，嘛予确诊者通得到适合的照护。记者伫甲布林曲凯新北采访报道。湘北的疫情严重，今日是2个县市拢破100例，这几天注射人数明显是加真多。有民众就因为昨注无到，今日透早就去台北车头注射站排队。台北市护士表示，要注射的人逐天拢在增加，所以后礼拜就会增加资源到注射。不过，若是详细甲分析这几天注射的族群，65岁以上的老大人要是无介济，简单4/1。摕小黄卡排队量体温等入场注疫苗，伫台北车站的疫苗注射站下晡1点才开始注，透早就已经有民众来报到。原来是因为前一天无注到，搁再来排队。昨天就有来了，结果满了，所以我今天要上班嘛，就反正都要上班，出门就一起就出来。要打第1剂，所以也会蛮担心，说家人催你来。对。疫情严重，互真侪人赶紧来注。台北市政府统计，清明连假结束了后，注射人数逐天拢有增加。以台北车站注射站做例，4月初人437个人来注，隔天破500；4月初9 828人来注，4月初10 1000多人来注。因应这届遮侪人来注，台北市政府决定后礼拜继续增加疫苗注射量的量能。最近的这个打气有回来，所以我们也要因应这个需求。那下一周我们包括预约有准备了大概6万7左右，那再加上医院可以提供的大概2万1左右，所以整个加起来呢，将近有9万。根据疾管署统计，65岁至74岁长辈新冠疫苗第1剂注射率突破8成5，第2剂8成3，对加成将近7成。75岁以上的长辈第1剂、第2剂注射率拢较无8成，对加成5成5。医师呼吁长辈疫苗注射率也是要继续提升。不过感染了后，中重症发生率是5%至6%。感染的人愈来愈多，青壮年人嘛是爱注意。
不只是老年人啊，那有些年轻人可能他比较肥胖，或者说他有一些潜在的慢性病，这些都有可能会变成说转中症、重症的一个案例。指挥中心讲，新冠肺炎重症是指带入去加护病房，还是已经产生呼吸困难这个严重症头。重症是包括新冠肺炎氧气浓度达到95%以下的中度医疗需求。统计国内今年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中，累计已经有13例重症，2个重症。记者综合报道。咱的中央发出新台湾模式，代表讲生活的方式要慢慢啊行向甲病毒共存。不过为着惊疫情这群是逼甲无法度控制，指挥官陈时中就呼吁大家使用一款号做台湾社交距离 App， 只要会当量软体，就会当知影敢有甲病例接触过，而且嘛会当减少疫调流高去的情形。不过这个效果要好，就要有够侪人做伙使用，所以中央是望上无会当有1200万人咧用。不过因为有一寡民众无咧用手机啊，所以有医师就建议讲，实联制会当保留落来，两项做伙进行。在回假日过到了后，台北的西门町也是有真侪来踅街的人阵。虽然民众也是有挂喙暗、接洗手、扫实联制，不过即马新冠本土确诊病例数增加，都惊接触者采检的速度袂赴期。即马只要点开台湾社交距离 App， 唔免注册，嘛唔免传任何资料，只要透过蓝牙的侦测，就会当知影即马敢有甲确诊者有接触。我下载之后又删掉，为什么？好像没有用。实联制它需要一点时间去扫描，会拖累整个动线。我觉得这还蛮有用的。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目前全台湾敢若有600万人下载台湾社交距离的 App。指挥官陈时中希望讲，下载的人会当甲1200万人次，希望会当取代实联制，也有公布行踪等人力的成本，而且控制疫情同款有效果。不过大部分的集会人可能较袂晓用手机啊，也若细汉囡仔嘛也袂有手机啊，都惊考虑的时阵会闹高去。我都不会用手机，还是得留下来吧，因为我不会用。这个数字当然是不是足够的，因为其实我们就想在疫调的时候呢，利用这个资料来帮我们做疫调那所以原则上最好是每个人都下载啦，那不然的话，其实到时候这个资料就会不完整。医师认为讲，至少少年人拢爱下载这个 App， 虽然老岁仔人甲囡仔因行线的行踪相对是较单纯，不过针对部分的民众，也是有资讯侦查的问题，政府应该爱有相关配套的规划，或者是保留书面签名填资料，甲实联制这几个方式做伙继续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算到昨为止，全台湾有223间学校停课。目前停课的规定是，一间学校内底有2个班级有学生确诊，就全校停课。不过台北大学是有3个班有学生确诊，煞恢复现场上课，引起争议。教育部就解释讲，这个学生内底有2位是伫咧清明连假当中去验到的，因无登去学校活动，所以学校才会决定恢复上课。既然已经有3个人确诊，考量到学生的安全，实施远距教学。校方可能是考到期中考刚好卡在这一周。台北大学生秀出恢复实体上课通知书，批评学校疏忽调变风险。台北大学累计3人确诊，伊规定全校需要停课10天，也毋过学校却以校内无活动卡者为由，就公告在1恢复实体上课，引起学生的不满。期中考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学生的安全远比分数上面的计算来的重要吧？学生的话呢，大概都是在别的县市的并没有到校园里面的。嘉义市甲北国小停课期间进行校内环境清消，在伊阁增加1名学生确诊，目前累计4名学生，1名学生家庭朋友确诊，学校停课到18。另外，建国中学1名学生确诊，目前1个班级甲1个社团停课到4月18。小朋友没有打疫苗，我是觉得严格一点，他们抵抗力好或不好不知道，所以我是觉得安全为上啊。教育部表示，学校停课标准疫情指挥中心3月捌修改放宽过，1个人确诊维持这个班停课，那2个人确诊全校停课，改做2班确诊才需要全校停课。也不过强调，将甲地方政府讨论停课标准，不排除最近公布。教育部基本的方案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方案，后还在跟各个地方政府在沟通，我想近日大概就会再公布。
根据教育部统计，9月7日，全台受疫情影响，部分班级停课，也是全校停课。幼儿园33间，国小83间，加28间的国中，32间高中职。另外有47间大专校院，合计18个县市223间校园。不排除也会继续升悬。行政院也认为，机关学校停班课应该统一标准，才袂互学生家长毋知要安怎办。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地方疫情，花莲的主治病院阁验出14个病例，全病院医护人员拢爱快筛，而且要减少做外科手术。步入花莲病院快筛的工课是由门诺病院接手，因为确诊的人数一直在增加，所以政府是赶紧启动加强版的防疫旅馆。来主治病院医疗大楼后壁，医护人员为7日就开始，向院方要求去快筛站做 PCR 检测，因为11楼又搁传出这个病患一个看护感染到，也搁有一个暗号也未出来。其实他们昨天就对于同一个病房以及在照顾者，还有他的清洁工、志工等等的，也都做了 PCR。那昨天的 PCR 结果都是阴性的啊。那同时，医院呢决定要降载医院呢对于外科手术的量能。另外，部立花莲病院的快筛站，因为考虑医护人员爱休困，已经开始换门路接手。预定为4月11至4月17，伫大门口北边的户外。我家嘛正关心医疗量能是不是有够。我们医院也要支援全中运哈，那再加上一些病人必须要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我们整个医疗量能其实是很大哈，所以平常在负责这个医疗的人力就不足了哈。县政府是讲，原本的防疫旅馆已经准备客满，11开始开放加强版的防疫旅馆。不过面对逐天有20外个确诊者，外界真烦恼房间甲床位是不是有够应付？防疫旅馆的部分是56间，那它可以2人1室，所以一共可以住大概112人。另外疾检所的部分有100床，那如果说真的花莲没有办法容纳下，那会这个移到的这个宜兰的疾检所。县政府是讲，目前花莲医疗量能也算正常。16日要举行全中运是不是要停办？还搁伫甲教育部体育署讨论。另外，花莲因为各学校包括补习班陆续有学生囡仔确诊，除了停课以外，各中小毕业旅行已经宣布取消。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看屏东，屏东今日是增加10例，拢甲小食部的群聚有牵连。目前县府已经下令天上人间小食部停业。有要做民众看到疫情变严重，是呼吁县府都爱停办大型的活动。不过县府是回应讲，要照中央的政策方向照常过生活。门口写着本店消毒禁止休困，即间位伫屏东县九如乡的天上真间小食部11个增加6例确诊病例，也因为群聚感染，互县府下令停业。要复业也必须得到主管单位的同意，同时呢，必须回归到商业登记法里面的营业项目，不得有人陪侍哈。今年3月，屏东县李港分局为了杜绝酒后洗车，也去过内底宣导，也毋过什么时阵互业者开放营业，县府无明确表态。屏东病例数为顶礼拜64例，过当天跳到31例，12虽然确诊数降到10例，也是有6例来自天上真间小食部。加总起来，这个所在已经造成屏东县内35人着病11，也阁有另外一个美丰小食部出现4例群聚。未少民众到县长潘平安下面找西帮，爱伊毋通阁办大型活动，都惊。搁安尼落去，屏东确诊数会变成全国上悬。我们在是否因为这样来停办做活动？我认为大可不必。我们防疫优先，但才能让生活如常。如果很严重的话，那就是要停办了。那就是停办比较好啦，尽量减少接触啊。跟办活动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本身自我保护好就好了。办活动甲疫情感受有关系，民众看法不同。也不过县府回应，所有的防疫拢是遵照中央规范，活动举办也是遵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所讲的新台湾模式，互生活照常。记者综合报道。也那中部情形，台中当时东升国小幼儿园的群聚案，阁增加8人确诊，牵连到3间学校。市府已经设前进指挥所，甲600名师生阁有家长体检。也若是伫标立关，今日是有2个婴儿染病。伫咧婚姻关是有邮局的员工，一家口3个人拢确诊。
东兴国小附设幼儿园门口大范围消毒，台中市政府在伫后园设前进指挥所，看局处96个人入去，因为车走一个6岁幼儿园的查某囡仔确诊了后，在疫情搁断开。当时拢总7个学生，1个家长确诊，学生分别读东兴国小、东市国小、加新家家幼儿园。卫生局检验600个师生甲家长。东兴国小，包括妇幼，包括东市国小。以及新家家幼儿园的老师跟学生、教职员工、家长，通通会通知进行筛检。我们也希望附近的民众都来筛。另外，台中市议员施志昌的助理采检确诊，拢总扣28个人。施志昌本人 PCR 采检是阴性，不过市议会紧急宣布，这个会期会当用现场甲视讯2种方式参加开会。亚洲大学原来有1个学生囡仔确诊，同班同学改用视讯上课。校方面表示，期中考照常举行。苗栗县新增加2例确诊，分别是8个月查甫婴仔甲1岁4个月查某囡仔，拢是期间隔离期间阴转阳。一例呢是为8个月的男婴，另外1例是1岁4个月的女童。两岸的 CT 值呢都还没有出来，皆为居家隔离期间阴转阳的一个个案，已经呢收治在我们的医院。婚姻馆10日新增加4例，其中2例是邮局确诊员工的母囝，属有家庭受惠。按27856跟27857是母女的关系，那27857跟272934是夫妻的关系哈。那目前这个是目前他们是家庭的一个群聚。婚姻也有1个北港高中女学生，因为隔壁班同学确诊感染到。初六确诊女士官30多岁男同事，原来宣布确诊，疫情伫中部真侪所在断开，地方政府拢唔敢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做回来关心。罗西亚战争对乌克兰的北部撤离，不过即阵所有大批战车甲军队往乌克兰的东部集合。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表示，已经准备好要应对大战，呼吁百姓都要赶紧撤走。也若是美国是表示，罗西亚即马是换一个经验丰富的新指挥官，准备要对百姓下重手。不过美国是无提出证据证明。就伫乌克兰东部的克拉马托斯克火车站遭飞弹攻击，造成重大死伤了后，这个区即马到处空城。当局注意到，目前未当摕到任何重要大城的俄军一直伫东部集结。情报显示，俄军撤退时阵有数百台战车、大炮甲军用车辆，至少12公里的车队出现伫哈尔科夫东部，推测俄军撤离乌北了后，当准备进攻乌东甲乌南，可能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攻击。要求百姓赶紧离开。总统泽伦斯基初十暗向全国示警，表示俄军伫侵略行动上一直加强力度，需要击退俄军部队，会当伫双方领导人会面的时阵有更加好的条件。佢表示，俄罗斯都是因为冷略，所以唔敢承认犯下不查的屠杀。Російські війська перейдуть до ще більш масштабних дій на сході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можуть використ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ще більше ракет, ще більше авіабомб. Але ми готуємось до цих їхніх дій. Ми будемо відповідати. 俄罗斯伫乌克兰的行动指挥部队已经重组，新任命负责调度的将军是捌伫叙利亚有丰富作战经验的俄罗斯南部军区指挥官德沃尼科夫。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提早表示，德沃尼科夫将策划针对乌克兰平民百姓的犯罪甲暴行。不过，苏利文并无提供任何证据。另外，乌克兰战争罪检察官甲监视专家迄天伫布查镇大规模屠杀现场继续发现更较侪死者。幸存者表示，真侪人被枪杀，大多数拢是男性。伫基辅是会当看到有人被烧甲臭尾焦，死的时阵双手被绑吊顶残忍的景象。乌克兰检察总长表示，伫基辅4区位地区高达已经发现超过1200具的遗体。公司新闻黄文廉编译。罗西亚军队撤离基辅了后，即阵已经有乌克兰开始回乡，当基市区的路甚至出现塞车情形。民众开始出门散步去教堂，连咖啡厅嘛开始做生意。看到大包小包塞着行李箱，看到冲突。俄军撤离1礼拜了后，基辅客运站开始出现返回首都的旅客。Заскучила за Києвом, за домом. Вже тут вдома, тут буде спокійніше, значить.
也хочу быть рядом с родителями。虽然基辅政府警告俄军可能也会发动攻势，民众暂时唔通返乡，也毋过部分居民依然想要转来。到了客运站，市区往来布查镇甲伊尔品的道路也出现拦截的大客车，15公里的路程，即马要开5点钟。 Та ми плануємо хвилин 15 і все вже будемо вдома. Ви оптимісти, як бачу. Звісно, тільки так, з гумором та надією. 多难的赶着转来，留伫首都的想要去街仔行行。基辅的公园步道、长椅仔、游乐园已经会当看到散步休困，甚至行骑里的民众。就算市区内游玩不时响起空袭警报，也无拍歹因的兴趣。也阁有伫另外一边教堂开门迎接信徒。市中心搁较有咖啡馆伫户外摆椅仔桌仔做起生意。 Звичайно, насправді я вперше з початку війни знаходжусь тут у кафе. 虽然也是烦恼其他地区的战况，也毋过基辅人总算有短暂平静的时间，首都开始恢复活力。东部的哈鲁科夫是有农民，登记到会当讲拢无人的庄仔甲农场。 Як то кажуть, на цих бомбьошках бігали, вони ж ось стояли 300 метрів від нас. На них стріляють, ми чуємо, вони стріляють, ми чуємо. Вони дуже часто п'яні були, вони по нас стріляли. 这座农场进前互俄军严重破坏，牲畜也互影响惨死。农民转来，除了中建也因为村规高啊，要赶紧准备报警，接袂了后无收成，互欠粮的状况变得更加严重。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法国的总统大选第一轮的结果已经出来啊，因为无人摕到超过5成选票，所以现任的总统马克宏甲排伫咧第二的右派马林勒庞4月20日要搁拼第二轮。 根据资料，法国的总统连2任的无介济，即阵马克宏甲对手的得票率阁差无到5%。第一轮排伫咧第3党派落尾要支持谁，可能是送的选票上重要的关键。 Présidentielle 2022 sont Emmanuel Macron 28,5% des voix, suivi de Marine Le Pen 24,2% des voix. 七十暗时啊，总统大选第一回合出口民调预测的结果一个公开，马克宏的支持者伫咧巴黎竞选总部是欢喜甲伫咧摇国旗庆祝。不过马克宏上台甲大家说多谢的时阵，语气是真沉重，讲大家唔通欢喜伤早，结果也未出来。Durant les 15 jours à venir, ne ménageons aucun effort car rien n'est fait. Soyons humbles, déterminés. Allons convaincre chacune et chacun. Le 24 avril prochain, nous pouvons faire le choix d'une nouvelle époque française et européenne. Le 24 avril, nous pouvons faire le choix de l'espoir. Le 24 avril, nous pouvons faire le choix de la France et de l'Europe ensemble. 搁偌济年假都要到啊，加上春天天气有较好，今年的投票率比2002年搁较悬，有到75%，甲顶一届选举来比。 马克宏的得票率增加3.6%，也若搁一届威胁到伊选调总统的对手，也就是国民联盟的领袖马林勒庞是增加2.9%。不过顶一届敢若有9个候选人，这届是有12个人。马克宏伫1个月进前，因为受到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影响，选情是有较领先。伫顾问公司麦肯锡得出10年无纳企业税买贷了后，是受到真大的冲击。加上乌克兰布查镇传出屠杀的代志，互马克宏进前几啊届甲普丁的沟通，怎变做是白了工，而且真无面子。因若勒庞受学着进前的教师，大大减少反伊斯兰的言论，甲重点放伫咧经济甲民生，创下极右派第3届拍入第2轮投票的纪录。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4月初10是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就职10周年。金正恩是金氏政权第3代领导人，伊伫咧伊任内注心飞弹试射甲核子武器的试验，甚至顶礼拜佫甲代表两韩经济合作的旅馆拆掉，态度是愈来愈硬，互南北韩的关系愈来愈紧张。北韩初10召开朝鲜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公布领导人金正恩的新相片，纪念伊执政伫即天届满10年，学到伊的领导甲强化核武军事力量的名声。
국가 해행 무력 완성의 역사적 대업을 끝끝내 실현하셨습니다.金正恩2012年12月伫个爸爸金正日过身了后上台，反当年4月当选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正式成为金氏政权第3代领导者。迄个时阵刚27岁，伊上任了后，真侪届解散党内高层。2016年，互人推选做党委员长，去年1月成为党的总书记，一步一步坚固权力。金正恩伫任内修宪，明确表明北韩是核武国家，加速开发核武加导弹对抗美国。伊伫任内10年已经进行上100届导弹飞弹试射，进行4届核子试验，比伊的爸爸金正日在位17年，导弹试射16届，核试2届，这个纪录佫较济。去年1月，佫宣布包括研发新武器在内5年防卫计划。今年以来，北韩每个月拢进行试射。4月15拄到金正恩伊阿公金日成110岁的名诞，这是北韩重要的节日。佫拄到10年一届的扩大庆祝，专家认为最近会佫试射可能性真悬。另外一方面，南韩当局证实，北韩当日听到金刚山旅游地区南韩投资的漂浮旅馆海金刚，对这代志表达遗憾，佫要求立即停止。 금강산 관광은 남북 협력을 상징하는 사업임에도 불구하고 북한이 해금강 호텔을 일방적으로 해체하고 있는 것은 상호 존중과 협의에 입각한 남북 공동 노력의 취지에 명백히 반하는 행위입니다. 1999年代两韩密切接触期间，南韩捌伫金刚山度假村投资一寡建设。原名西港漂浮饭店的海金刚饭店都是其中之一。金正恩2019年视察的时阵，认为这个韩资设施伤老旧，下令拍掉。铁路工作因为疫情迁延2年，最近卫星画面显示工程已经在进行。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咱来关心国内消息。 昨半暝2点外，有一人赛车去台北的自济病院要挂急诊，不过因为无看喙暗，去互保全砸落来。结果一个查甫人煞是起骹动手，连来站的医护嘛去互拍着伤。目前所有的受害者已经提告，新北市府嘛谴责讲无应该有安尼行为，嘛表示讲会强化病院佮医护的安全。口罩多少钱？没有卖，这边没有卖。没有卖是不是？ 刚才用轮椅刷着家后到急诊室门口，当在去的朋友不管封困挂喙暗火气大声发休。干什么了？干什么了？听到保全大声回应，对方情绪失控，直接冲过去，无搁站伫急诊室外口拍起来。医护人员走出来斗相共，不过对方只冷静几秒钟，搁爆发第2波冲突，医护也安尼受伤。 冲突无法度收煞，一路拍入病院内底，警员接到报案，随出动警力到场压制。对方直接呛说：“那你再给我嘛！”然后就直接冲上来的那样，然后就过去帮忙拉也拉不开这样子，然后警卫排队就直接挂开。 这件医疗暴力发生伫11透早2点外，2对阿某一人腰疼，开车到台北自济病院急诊室就医，因为无看喙暗，互保全扣劝了后，受气一棍就摸过去，3名医护人员想要阻止冲突，也弄甲规身拢是伤。我们身为这个医护同仁，其实守护生命就是我们的本分事哈。那针对这样子的医疗暴力事件呢，那对于之后的一些司法程序呢，医院都会来协助同仁来进行。 失控行为造成保全面手几个所在乌青受伤，目前医护也对2名老岁查甫人提告。除了涉犯医疗法加伤害罪嫌，警方更加怀疑其中一个人是啉酒飞车到病院，执行酒测达到1.02。徐姓男子有酒驾之情事，警方同时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2名男子未戴口罩部分呢，依规定通报主管机关裁处。 医疗暴力事件不时发生，为107年到109年当年拢超过100件，甚至伫107年也外18件。即马国内本土疫情还未转好，佫因为口劝挂喙暗引爆冲突。新北市府针对暴力行为严厉谴责，也表示会强化病院甲医护安全，保障医护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大甲妈绕境今日中昼到嘉义新港，因为这几天绕境的过程当中有发现相拍情形，所以嘉义县是派大量的警察在固守。参加绕境的乡镇确实表示，因为疫情的关系，人数有较少，行起来是搁较轻松。云林县甲嘉义县2边警方交接，大甲妈伫11中昼正式来到嘉义县新港乡。感谢进了绕境后备分局，平安顺利，保佑壮心，出境。
3鞠躬，恭迎大甲妈祖绕境新港。大甲妈8月9暝绕境，逐当拢有真侪信众来参与。信众表示，因为疫情的关系，人无用过遮侪，感觉较好行，嘛有注意防疫。伫沿路提供食物的信众嘛讲，应该物件一包一包包好势，减少做伙食物件的情况。自己有做防疫，其他的担不担心？还是会担心的。就不要睡在公庙吧，对，不要在密闭的空间这样。酒精、口罩都随时带着。对。我记得用这个袋子，因为是防疫期间，所以用袋子装起来。胡天强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发8到千张3OK卡出去。要伫庙内底拜拜的时阵，都需要检查这张。嘛有派人伫庙内随时提醒民众甲嘴烟挂好势，希望甲防疫做周全，莫产生疫情的浪芳。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初九暗时，大甲妈经过中华民生地下道的时阵，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成员想要接驾，煞甲警方起冲突，造成3个警察受伤。统一党的总裁张安乐今日开记者会强调讲，因毋是要抢救，是互警方作恶。对大甲妈随乡队伍行，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挂疫苗 OK 卡，显示已经注满3剂疫苗。初九伊伫中华民生地下道拍算接驾时阵，统一党成员甲警方相挨相杀，造成3个警受伤。张安乐不满，互人指控牵涉到抢救，召开记者会赔会。今天说用组织犯罪，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重点，这件事不叫抢教冲突，这叫背信争议。张安乐讲，迄天邀请伊接驾的人是统一党营务主委吴金虎，乱球已经伫伊的手头。2个人也讲好，由伊接过吴金虎的乱球了后，行一站啊，哪有啥物抢救的讲法？因为警方对伊的指控拢是无赖。内政部长齐国勇挺警察执法，佮讲抢救会互新民处罚。用抢教的方式，马祖绝对不会保佑你的。马祖要你不要摸教，你非要摸不可，那怎么会保佑你呢？你都违反了神明的指示。齐国勇坦白讲，马祖未保庇抢救的人。中华馆长王惠美也慰问受伤关键时阵，强调无用稳暴力介入。对于这个暴力，我们绝对是予以谴责的。那我想大甲妈每年呢来这个绕境的一个部分，也希望我们公庙都能够自治哦。特定犯嫌、涉嫌煽惑或教唆犯罪等刑事，检察官业已开立传票传唤到案说明。如拒不到案，检察官将强制拘提到案。中华地检署表示，这个冲突已经有5个人到案，对于破坏社会治安的暴力分子会严格查办，通维护警方尊严，也已经团张安乐到案说明。12下晡人也无够，就会强制拘提。不过张安乐表示，因为律师时间的关系，12暗时6点半才会到中华地检署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有议员也讲，台北市府甲民众卡起1999真正的录音，提供合作语音辨识技术的厂商使用，个人的资料恐惊外流。市府是回应讲，这是为着要发展技术，安尼处理真正对更较有效率，并无违法。不过因嘛会检讨。一般来讲，交通运输、粪扫污染、甲噪音污染等等的问题，台北市民拢会当卡1999专线来申请。不过民众可能唔知影，家己卡1999申请了后，这个语音也阁有可能会提供予市府以外第三方的单位。台北市议员苗圃甲指出，台北市府无经过民众的同意，就甲录音档提供予第三方的厂商做 AI 语音辨识甲分析。市府表示，这是法定的职权。不过苗圃甲认为讲，代志并不是安尼。把这个语音机器人辨识训练好，或者是说，它其实也不包括说。要能够这个把民众的录音做分析，那所以如果这样可以解释为法定职权，那很抱歉，以后所有市民交给市府的个资都可以用同样的模式提供给第三方外部的厂商。廖圃甲表示，语音录音牵涉到声音音频的辨识，甲咱人的手指模啊，甲目睭的虹膜等等，才会当辨识出虾米人算是个资的生物特征有类似的性质。就算是甲人名的个资甲查起来，嘛无法度像市府讲的，真正去识别化才交予厂商。而且根据合约的资料，分析的智慧财产权的成果算是厂商的。厂商若是乌白滥竳使用，嘛袂妨裁罚。公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去做一个1999的语音辨识合作案，是符合个资保护法第16条第2款及第5款，也符合第8条第2款及第9条第2项的一个免告知范围。
目前已经有超过1400个市民会当摕来做音频白色的录音档，交互厂商来做分析。廖鹏亚要求爱暂停试办，而且设定退出的机制。也那资讯局针对这点回应讲，专案的内容是要找出民众声音档内底上届史上会出现的思虑，并不是针对每一个音档做分析。市府讲这件代志会针对各自的部分再做评估，也有对客户的内容做检讨甲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物价咧起，高铁的运价基本费率嘛对咧调悬，有侪民众就烦恼讲，高铁票原来对咧起。交通部今日就表示，毋望先卖起，毋过也是爱尊重董事会决定。另外，去年所发的国旅券期限是用到今年4月底，交通部即摆已经正式宣布使用的时间被延长。国内疫情相关，不少民众拢暂时取消已经规划好的出去佚佗行程。不过观光局配合进行5月份的国旅券，4月底都未到期，就有立委建议，因应疫情，应该延长使用期限，让民众唔通赶伫这个月出去佚佗。人家要4月底啊，全部用完，是不是鼓励大家出去旅游、出去消费、出去群聚？4月30，我们截止以后可能会剩下一些钱哈，这个钱会转到鼓励特色团友，因为我们觉得剩下的钱也不多，但是旅行社是一个龙头哈，它可以带动下面的时速游购型。根据统计，国旅券到4月7日为止，使用率是56%。交通部确定4月底会截止使用，别个延长。剩的款项会来补助旅行社组团做特色旅游，和团客来带动时速游购，维持国内观光热度。另外，针对高铁运价4年来头一摆调起，交通部强调，这是由物价指数公式推算，票价敢会起，由高铁董事会进行讨论。身为上大股东的交通部是希望暂缓调票价。记者综合报道。2年一摆的全国新兴奖界运动会，今年伫台中举办，包含10英奖竞赛性的项目。拍运会正式的比赛项目单杆，嘛是今年的项目之一。选手专注认真比单杆，这项拍运的正式项目，今年头摆踏入新状运。这个质感本来就是针对比较重产的选手，比如讲，F50甲 F32脑麻的选手，因为这两项的这两项的重产的选手，伊的个质不人一般拢3项，因敢若1项尔。那国际比赛敢若这个质感尔，啊，阮一直要甲引起咱的国内这个比赛吼，咱国内其他这个较重产的这个选手嘛有机会通去参与。这届新状运计共有11项竞赛性的比赛，加5项联谊性的活动。国际赛竞赛项目嘛是比赛重点，包括选手报道、裁判等等的相关规定，拢参考国际赛标准，和选手适应比赛节奏。就是我们也一直在跟运动局沟通说，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它其实是我们国内最高层级的一个比赛，所以我们所有的比赛都是要跟国际接轨，让选手就可以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能够有像是在比国际赛事的这种规格来进行。新状运是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上悬顶级的比赛，有侪拍运、拍运、听障奥运等等的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今年因为疫情无开放观众入场，但是头摆有电视加网络的转播。4月12是比赛上尾天，主办单位也邀请民众看比赛，做回替选手加油。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中报道。帕金森氏症是一种神经退化疾病。2021年健保统计，全台湾有超过7万人得帕金森氏症。根据专家协会表示，这款病症除了骹手会喘会无力，嘛有可能鼻无芳草困眠有障碍，呼吁大家都要注意，量早发现会当量早治疗。帕金森氏症的病友甲医生做伙演唱歌曲，欢喜治疗甲真好势。林先生甲 Andy 拢是帕金森氏症的病友，过去因为手会喘、无力，甚至鼻无芳草等等的症头去就医确诊，即马经过治疗是会使正常生活。我本来打算10年，大概10年左右再开刀，脑部生成刺激素。那现在我吃那个持续型、缓释型的药，当然效果没那么不会说24小时。我大概有20小时，就是每天吃4次的药，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我现在还在上班。
专家表示，帕金森氏症除了骹手会错、动作较慢等等较简单发现的动作性镜头，嘛可能有困眠障碍、鼻毛芳臭、便秘等等镜头会先出现，呼吁民众要注意。专家嘛表示，即马透过多方面的治疗，是会使稳定控制病情，重新回去社会生活。其实我们会根据病人状况去看他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始用药，这个动作的障碍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日常生活的状况？要了解他这个病是可以治愈的病，他就不会自闷在家里啊。我要给你吃药，就是保有你的工作到正常65岁退休啊。专家表示，帕金森氏症经济治疗有效程度会使分做灭绝期、工作期、甲退休期，每期7年。即摆的治疗技术会使延长有效期间，有希望变成每期9年。重点就是要早期发现症头，甲正确的治疗。记者郭文章随台北报道。台中市环保局接到民众检举，讲南区的大庆街有一间工厂常常有插片的歹味，和附近的居民是真困扰。环保局监测了后，确定歹味是超过标准，照控有罚款48万。工厂人员当咧进行作业，外口堆放大批金属商品。台中南区大庆街的这间精密工业工厂，和附近居民不满，毋但机械运转，定发出真尖的声音。上困扰的也是经常性的发出插片的油气味。你加工皮到会无爽快？会啊，你对遐过会啊。哦，安怎讲？那像油的味啊，就感觉是真气啊呢。居民讲，这款的情况已经继续10多年，拄着工厂赶工更加严重。当地里长讲，烦恼健康受到影响。对啊，就是空气的异味啊，就是感觉到就是不知道什么味道，我讲不出来啊。就里面在反应啊。有毒的时哦，因就挡袂掉啊！台中市环保局几夜半接到民众检举，今年1月初，毋但设置空品监测车对附近空品监测，也采样进行异味污染物关联测定，经过片草司判定，采登来空气样片无符合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标准。环保局表示，这间车厂工厂在制停的时阵大量使用测下油，产生异味，已经违反空污法。这边结果是52，但是标准值是10，在它的分类上应该不属于高污染的产业，是一般的机械加工厂。业者对此无愿意回应，环保局表示，目前测下油无散开，也是乱排现象。这间工厂也毋是列管高污染工厂，除了罚48万，佮要求限期改善，因为当地是自相混合，污染源较复杂，将以空排加及时监控随时稽查，确保空气品质。记者综合报道。过了8年前，台湾有真侪野生鹿啊，不过后来都绝种啊。即马咱来看伫咧台南的客家，有农民是饲鹿啊饲甲真成功，嘛研发真侪相关的产品，咱做伙来了解。台南是全台湾第2大的鹿茸产区，饲水鹿仔的占超过8成。伫客家有一个饲鹿仔的高人，少年时为着要趁钱，就去学饲鹿仔兼职网赚，想袂到愈饲愈有心得。佮甲本地工课辞掉，家己创业，研发各种鹿仔的相关产品，拼销路。经常食头路都趁较无钱吼，想讲兼一副业，毋知讲鹿仔吼，哇饲起来哪饲哪趣味，佮会当趁钱。因为鹿仔是动物中的贵族啦吼，所以讲吼，伊介古水介水吼，所以讲你若像咱伫外国啊，就日本吼，奈良因拢有款拢有那种观赏用的安尼。鹿茸是珍贵的罕药材，当年3月到6月是采收的大月。咱国产的鹿茸拢是现挂现收，饲草真好，真侪民众拢会亲身去到鹿仔场买鹿茸，回去补身体。一单发一届，一单发一届，清明节前后。咱饲的是拢是台湾水鹿较侪吼，是算讲台湾水鹿是亚洲特有的品种啦。咱台湾介水嘛介有经济价值安尼。若是要养生的吼，清明前后，伊就来买鹿茸，来浸吼。过去饲鹿仔的人，大部分拢有别个头路，甲饲鹿仔当做副业尔。不过即阵有政府辅导，业者的理念较创新，技术较进步，饲鹿仔成做经济价值悬的产业，甚至专业佮稳定，消费者嘛佮较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铁道迷留话互高雄车头，讲车站的文物室有一本100年历史、日本时代台湾的铁路地图，若是笑讲恐惊都会受损。车站是赶紧来甲这本地图扫位。
最近站长把这本地图推开来看，竟然是超过8公尺，佮记录甲真详细。咱做回来欣赏。高雄车站的站长对玻璃柜真细腻提出这本册，因为这是日本时代1901年的台湾铁道路线图，已经超过100年历史。一个甲拍开，哇，发现讲这本是一个折页，吼啊。一凹安尼凹咧，就足长的，拢全部拢家己我开用手来看卖，哇，竟然有820公分啊！我真趣味。站长讲，会发现这本职业地图是3年前文物室开放，一位民众参观了，伫面册留言，提醒这本可能是昭和5年的铁路图，建议莫互讲照，因赶紧甲册刷落来放下层。其实伊的年代比民众讲的搁较久。最近站长特别甲册展开来看，这册可能是公务单位使用，顶面有100年前台湾铁路地图。迄时阵高雄还是港边的小车站。迄阵啊，就是打狗的停车场嘛，吼，迄阵啊是设伫高雄港迄边，啊，迄阵啊高雄市啊，阁是一个小小的渔村，吼，啊，因为尾啊，就是日本时代吼有开港口，啊，阁起铁路了，高雄较总大发展起来。高雄车头是2018年新站启用，才甲文物刷落来这间文物室，拢总700多件。这本台湾铁路路线图是这收藏上早的，全台湾可能敢若剩3本，嘛互车站开始思考要安怎保存这的珍贵文物。记者陈嘉文、刘伟哲高雄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32度。中部地区20度到31度，南部地区21度到33度，东部地区21度到29度，外岛地区19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